议员陈义丁表示，因为服务处甲各单位时常会接到学校学生社团来求赞助邀请，因为办活动需要学生社团的资源不足，比较其他外县市，拢有设立学生的社团专区，甚至社团的专案办公室、青年事务局等。对此建议市府调向青年事务的专职机构来办理。那我们就希望说，希望透过这个青年局，然后能够让青年朋友的问题更能够直接有效的被解决，而且也希望说，不管他们的求学啦，或者是他们的职涯，或是就业创业的问题，都能够遇到一些协助，让我们在台南的青年朋友在台南可以安心生活。那市长，我们是不是有规划要来成立青年局？或者您说，青年局的部分哈，其实在去年、在前年、在大前年，就是我的第1年、第2年、第3年，其实都有不同的议员议座哈，他们对不同的局处都有提供建言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考量。但是您刚刚讲的，我们未来我会朝向青年事务专责机构来，这个思考来筹办。好。另外，伫个儿童疫苗的部分，市府对今日开始进入校园来施打。议员陈义丁表示，原本想讲学生是会用个转去家己的学校来施打，不过后来市府却以大型的施打站的概念集中施打，提醒市府应该做好分流，避免群聚。还是要启动这个入校施打哈，所以后来看到就是今天、明天、后天3天会进行这个入校施打的这个动作啦哈。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市长，原先家长其实他们以为是会回到自己的学校施打，结果我们现在是把学生集中到某一个学校施打，其实是另外一个接种站的概念。那很多家长是觉得说，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有这个群聚的风险？原来他就觉得在自己的学校比较安心。站在医护人员第一线，如果把这些战全部打出去，我的医护人员其实真的已经受不了。所以为什么台南市我们医护人员都能够目前跟我们站在同一条线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考虑到他们的立场。是，不然真的医护人员真的已经很辛苦了。是。那但是原则上，今天我们早上去看施打的秩序都还蛮好，也没有很明显的群聚，其实都是有一个距离的啦。谢谢。我会补充说明一下，我想本来就是良华美意，就是希望让家长尽早能够带着孩子去施打。是，没错。但是校园入校施打其实一直都没有说要停供服务，可是发现有的学校基本上人数非常少，所以要考量到医务人员他们集中施打，整个场地的安排布置会比较温馨，比较好，所以我们才选定那几个地点。我想这个都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学生跟家长。对此，市府卫生甲教育单位回应，目前5岁甲11岁疫苗覆盖率，台南已经达到77%以上，5岁左右有84.8%，预计3天落来会用达到85%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